上新的话题，做伙来关心立法委员陈超明，伊提出一个想法，讲会当家己来做水淹，结果煞引起大家伫咧家惊体。今仔日咧议会院，伊看起来火气嘛真大，伊阁批评一寡网友，也阁有讲伊唔对的这个音乐人柯相德，做伙来听伊上新的讲法。我可以2分钟就好啊，这样就好了。我对你们不相信，好不好？我是直接你可以照我说，对你们电视台的报道，我完全不相信，好不好？因为想问一下网友，你等我执行的时候再从头到尾嘛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我等下会咨询会讲到就对了。都会讲到，而且我会叫主席让时间给你们来问问题。谁是厉害的角色，都是你们在乱讲话，把这一段录影放到电视台，我讲的。委员好不好？好，那委员那网友，你会觉得他们都刻意曲解？很乱，脑残。怎么说？我说网友是脑残。为什么？怎么说？没有怎么说，等一下我执行完了看了再来，好不好？委员真的很生气。没有什么好怕的，台湾不能这么乱下去啦，讲的都不是事实，不了解乱发言。